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风雨飘摇之中的万科又传来消息，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不知道真假，大概率不是空穴来风。什么消息？说根据公开信息，万科前董事会秘书朱旭被有关部门约谈，要求退还过去4年的薪酬。当然了，说这一要求并非仅针对朱旭一人，而是覆盖了过去4年万科所有核心高管，甚至有消息称，原董事会主席郁亮已开始变卖房产，为退薪做准备。具体原因那当然是万科巨亏了，万科连续2年，24年我看是亏200多亿是吧？25年是800多亿创纪录的财务亏损。万科高管退薪要求发生在公司面临严重财务危机的背景下，2024年万科录得上市以来首次年度亏损494.8亿，将近500亿。2025年亏损额进一步扩大至820亿，创下 A 股房企当年亏损记录，2年累计亏损超过1314亿，这个数字还挺好，一生一世。这一数字超过了万科当前的总市值，万科股价现在就4块了，马上要到3块5那儿歇着，并且债务压力巨大。截至2025年3季度末，万科总负债高达8729亿元，短期有息负债超过1500亿元，流动性压力巨大。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604亿元，而短期借款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高达1514亿元，资金缺口超过900亿元。要借你在哪儿找900亿来给它堵上？所以说现在传言万科的这些高管退薪，把这4年拿着这些高薪要退回去。有的高管已经被约谈，有的高管已经开始卖房子退钱，眼见他宴宾客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首先这个退薪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想你这个企业巨亏成这样，他上市20多年不知道有没有挣这么多钱，多少我不知道，退钱也能说得过去，但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你不要看这些高管年薪几千万，但是真一让他往回退的时候他没钱。我在以前什么财富公司什么 P2P 非法集资这些节目都说过，那些理财经理拿了奖金之后，跟这些房企的高管一样，他那个钱他不会存银行的，只存一部分，大部分他要么买股票，要么买房子消费，手上的现金不会太多。这个时候你让他退钱，他只有卖房子卖车子。你把钱拿到口袋容易，从口袋里掏出来那可难了，弄得不好就倾家荡产。所以看着他们风光，实际上这时候退钱那真是很难，而且他不是1年退4年的钱，恐怕退几千万。这个昔日无限风光的万科的高管现在可以说叫身陷囹圄，有的人进去了在蹬缝纫机，有的人在退钱。这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作为终身董事长是吧，王石，我记得他不是说1年1000万吗？他什么时候放弃的？好像就25年才放弃，24年，具体哪一年我不知道。那总之他是不是也得退？这就麻烦了。这王石现在没收入，完了前一阵子跟他媳妇闹得也不太愉快，创业也不成功，身上钱花的七七八八了，已经开始代言卖货是吧？直播卖这个燕窝，怎么给汽车代言？你这时候让他退钱，这个真是要命的事，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2019年郁亮报酬总额为1251万元，祝久胜就是那个现在蹬缝纫机的，总额是1127万元，朱旭就是刚才说的被约谈的，总额是568万元。此外，高管还有经济利润奖金。2019年郁亮税后经济利润奖金2218万元，祝久胜税后奖金1345万元。2024年3月开始，万科的高管开始降薪，降到多少呢？税前1万元。因为万科不行了吗？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王石就放弃了那1000万的年薪。万科退薪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自从姚振华野蛮人要强行收购万科以来，万科不就有这个深圳地铁成了大股东吗？深圳地铁是大股东，那这个万科就变成一个混合所有制，甚至它就是个国企了。你看大股东是国企，深圳国资委。那既然国企，你把国企搞得亏损这么严重，完了之后，你每个人还拿这么高的奖金和薪酬，
这国企咱们简单理解不就是大头吗？亏了是大头的，工资你还拿那么多，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应该要退回。如果是万科是个私营企业，是姚振华姚老板的，或者是许老板的，那这个退不退啊？那就得另当别论。就是说，那你看这个高管有没有过错？如果高管没有过错，他都是合法的，那他就没有理由退，可以打官司。这劳动合同按照合同来的，所以说这个，因为你既然是国企，那对不起就得退。总之，说来说去就是万科现在身陷囹圄，不能自拔。那其他的房企实际上也好不了多少，咱们就不多说了。原因就是因为房子卖不动。现在即便是楼市小阳春，媒体扯着嗓子喊，炒房的中介大肉喇叭每天吹这个小阳春，但是新房销售不行，开发商回笼资金不行的，就是开发商日子难过啊，就继续暴雷。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现在小阳春特指的是二手房比较火，二手房火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愿意降价，有弹性。所以说其他的房企日子都不好过，没有好过的，都在渡劫。连央企都在渡劫，因为它房子卖的少了。2026年很多央企开发商就要出现亏损，这里咱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看一个媒体报道，南方日报它也刊登一个报道，叫一线城市迎来楼市小阳春。数据咱这就不说了，它前面说了一大堆数据。进入3月，北上广深4大一线楼市成交显著升温，二手房率先放量，新房结构性回暖。那么市场热议的小阳春真的来了吗？多名资深业界人士分析认为，当前房地产积极信号持续增强，3月楼市小阳春有望出现，而房地产市场调整已接近尾声，稳中有升，分化加剧将成为下一阶段主基调。南方日报罗列了一些数据，显示这楼市比较活跃。最后南方日报说，放眼全国市场，一线城市楼市热度提升更为显著，但是相比新房市场的结构性回暖，二手房市场复苏更加全面且具有代表性。我们再看澎湃新闻一篇报道，上海的沪七条正好落地1个月，那这1个月上海到底怎么样了？这个澎湃新闻它有篇报道叫实探沪七条落地满月，上海3月二手房成交冲击3万套，改善型置换链条打通。自2月25日，上海沪七条楼市新政正式落地，至今已满1个月。从成交数据来看，上海楼市小阳春行情全面显现，不仅买卖双方心态悄然转变，也让上海成为全国核心城市中楼市复苏的风向标之一。3月22日，澎湃新闻在浦东新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张杨路受理处看到大厅内前来咨询交易税费、办理过户等手续的市民络绎不绝。现场采访中，既有刚需家庭、拆迁群体，也有改善置换者。二孩家庭范先生提到，他们此前已经看房许久，恰逢2个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新政出台后，购房门槛降低，便入手了一套学区房，解决孩子上学的需求。你看，这都是上学。还有这个动迁户陈先生表示，自家房屋拆迁后，趁着当下市场房源性价比高，购置了一套刚需房，优先满足父母的自住需求。你说这种刚需是刚的不能再刚了。与此同时，改善型置换链条也在逐步打通。浦东世博板块业主王女士将挂牌1年多的房子完成出售。我这套属于老破小，挂了1年多了，之前问的人很少，和买家的价格差距也比较大。政策出台后，意向客户增多，就想趁着市场回暖赶紧出售，主要也是想置换。目前正在同步看徐汇区的房子，这个是把旧房卖掉买新房的。今年2月25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5部门联合印发，就是沪七条，推出限购再松绑、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房产税免征扩围等一系列优化措施，实实在在降低购房门槛及成本。新政落地后，市场反馈积极，二手房成交活跃度3月呈直线上升态势。
他这个报道里面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值得关注。上海不是推出一个叫什么收购二手房吗？徐汇区和浦东吗？我记得浦东是在的，就是政府收购这种二手房啊。那浦东世博板块王女士为什么不把她的房子卖给政府呢？她的房子挂了1年卖不掉，没人问，还得趁这个小阳春有人问她再卖掉。那既然政府收购，为什么不卖给政府呢？所以这个值得疑问。要么就是这个政策不好，人家宁愿挂那1年卖不掉的不卖给政府，要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说1000到1万，上海二手房3月份冲击3万套，那现在毕竟还没到，即便到了3万套，比2025年也没多多少。2025年3月份，上海的二手房成交是2.93万套，也就是离3万套只差700套。你今年就是冲击3万套，又能怎么样？但是已经被媒体吹的感觉上海的楼市已经上天了，摁不住了，又过热了。实际上即便完成了3万套，比去年已经只多了700套，何况不一定。我们再看看外围的楼市是什么情况。这个日经中文网他今天看了一篇文章，说东京都心二手房3年来首跌，原因是中国人需求减少。他的文章这么说的，他说之前一直在上涨的东京都心6区的二手住宅价格出现下跌，虽然仅小幅回落，却是约3年来首次。有观点认为，能够承受高房价的买家开始变得有限，成交难度逐渐在加大。在东京都港区等高端房源中，出现了下调售价的案例。日本房地产调查公司东京都品川区数据显示，从2月的平均挂牌价来看，都心6区，什么千代田区、中央区、港区、文京区，什么每70平方米1亿8761万日元，就大概是814万人民币，环比下跌 0.2%。虽然跌幅较小，但这是37个月来以首次环比下跌。这个报道认为，下跌的原因是中国人买房需求减少。反过来说，中国人买房需求一减少，日本的房价都开始下跌了。无独有偶，前几天咱们报道过，香港楼市火爆，香港这半年房价都在涨，跟内地买家有密切关系。2026年3月，香港楼市延续火热态势，单周中原指数创下3年最大涨幅。数据显示，今年头2个月，香港物业注册量冲破 1.5 万宗，创11年来同期新高。今年1月、2月创了11年来的新高，其中内地买家占比近1/4，也就是中国人到哪儿火买房子，中国人不买，那房价就不行了。中国人喜欢炒房子，那为什么不在国内炒呢？这是个问题。这个 FT 中文网啊，他也发了个文章，叫房地产市场企稳了吗？这是 FT 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光他说的。他说最近香港楼市牛气冲天，不少新盘开盘就抢光，而且基本上都要抽签，价格也明显回升，和去年低迷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无独有偶，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企稳回升初步信号。什么信号呢？2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由此前的下降转为基本持平，北京和上海二手房价格环比同时出现反弹。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在近期没有明显新增房地产刺激政策情况下出现的，具有一定的自发企稳意味。对于经历了较长时间调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就笔者看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局部领域出现积极信号是政策调整、经济基本面与房地产部门本身深度调整的结果。然而，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整体而言，情况仍难言乐观。为什么呢？他说，高等级城市和其他城市分化仍然明显，二手房和新房市场差异较大。在中国城镇化增速放缓、新房库存整体仍高企的大背景下，笔者以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与投资与增长密切相关的一手房市场，想要真正企稳回升，还是取决于经济基本面能否持续回暖。
居民收入和预期能否持续改善。这个作者说，为什么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积极信号？作者认为，一个，首先是房地产政策持续调整，为市场逐渐企稳创造了条件。过去2-3年，房地产政策方向已经从过去强调防止房价过快上涨，逐步转向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其次，宏观环境也出现了一些改善迹象。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实现 5%， 总体好于市场一致预期。刚刚公布的2026年1到2月份经济数据也颇多亮点，即使不考虑因为春节较晚而实现了出口高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从负转正，社会消费零售同比增长反弹都超出了预期。在经济增长的支持下，中国的房价水平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比如他说，这个服务业的 CPI 同比2024年9月 0.2 持续回升，到今年1到2月平均增长达到 0.9%， 创出本轮反弹以来的新高。这作者认为跟咱们的基本面跟咱们的宏观经济还有一定的关系。第三个，他说房地产市场自身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过去4到5年，房地产市场在价格和供给等多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以二手房价而言，中原地产等数据显示，许多城市二手房房价已经下跌了 30%到 40%， 一线城市部分区域的租金回报率已经开始回升，甚至超过长期国债收益率。同时，中国房地产的新开工已经较高点下跌了超2/3，抑制了新房的供给。那意思已经跌到位了，跌无可跌，这个专家这么认为。二手房市场成交也出现回暖，特别在一线城市。3月14号到15号，上海周末二手房成交达到2862套，创出近5年新高。北京和上海二手房库存因此从高位明显下跌，比如上海的链家挂牌目前为8万套左右，较历史峰值减少3万套。北京链家二手房挂牌从17万套高峰下滑到今年的2月初的14万套左右，并可能继续下滑。他认为这是供需关系导致企稳。作者说，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一线城市房价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在政策、宏观环境以及市场自身调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经济周期运行的正常过程。但同时，他也指出了房地产市场分化仍然明显。虽然2月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但是详细审视数据，市场分化仍然非常明显，亮点还是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也未能覆盖1、2手市场，也就是亮点仅出现在一线城市这个二手市场，其他的城市还没关系，新房也没关系。但是一方面，价格回暖主要集中在高线城市，70城数据显示，2月份2线和以下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仍在下跌之中。目前很难判断下跌何时终止。以二手住宅为例，北京和上海是所有城市仅有的2座出现环比价格回升的城市。另一方面，相对二手房市场的销售回暖，新房市场成交仍然持续创出新低，甚至包括一线城市。这就是我说的，开发商现在在过苦日子，在渡劫，新房卖不掉，开发商资金没办法回笼，管你是央企还是民企，对吧？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1年，央企开发商也得暴雷，仅有的一点刚需，人家都不买新房了，去买二手了。2025年全国一手商品住宅销售面积降至 7.3 亿平方米，为2021年达峰后连续第4年下滑。即使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一手房销售面积也持续下滑。比如2025年上海商品房销售面积1225万平方米，也创出2022年以来的新低。实际上，一手市场的低迷也影响到了土拍市场。在3月13日进行的上海土拍中，3宗宅地仅有1宗以 6.7% 的溢价成交，其他2宗都是底价成交，销售不畅而库存压力不低，开发商普遍比较谨慎。开发商还拿地干什么呢？开发的新房子卖不掉，这就是所谓的小阳春。回暖是回的二手房，说的数据就是二手房可以砍价。二手房对应的是学区，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所以我说这个小阳春它主要是刚需房，刚的不能再刚的，孩子要上学。那你说孩子上学学区，它一般的很难是在新小区，这个新房它不可能在市中心，市中心哪有那么多地块让你开发？市中心地块开发那跟韭菜也没关系，那都是30万一平的，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成交的都是以400万以下的这种老破小为主，老破小边上有学校，孩子要上学，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这些媒体、这些中介炒房的把这事情说得好神乎其神的，好像这个楼市要起飞了，所以它跟新房没关系。你的新房大部分在哪里？新小区、新房边上一般的配套还没整好，哪有什么名校？顶多是名校的什么分校是吧？这些东西，很多对中国不了解的人他根本搞不清楚，他只能看数据，在那儿看了数据之后在那臆测，他只有设身处地的去想，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家长，38岁，孩子6岁，马上上1年级，怎么办？是在郊区混的，郊区也有学校，但是学校都够的，但是郊区的学校教育就差一点，还是送到市中心那些什么老学校是吧？你要在市中心那老学校上学，那你就得买老房子，边上都是老小区、老破小，就这么点事想不明白。而这种楼市的成交量回暖，实际上跟房地产市场关系还不大，因为你救不了开发商，你救不了开发商，你就救不了政府，你政府的地卖不了啊。开发商不动，不盖新房子，好，那些什么油烟机、那些厨具、电视机、冰箱一样的都卖不掉。所以小阳春跟房地产整个产业链关系都不大，是以前买房被套的这个业主现在割肉离场，新的业主进去接盘，没办法，为了孩子上学咬牙接盘，过几年又割肉离场，就这么个事。这个作者说，他说更重要的是，当下中国一手房库存水平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比如，截至2020年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手住宅待售面积 4.3亿平，也仅仅略低于2015年供给侧改革去库存之前的水平。在售仍然低迷，库存又处于高位的背景下，中国一手房市场的调整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家还记得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手房新房的价格吧？好像是1.2万吧，我记得不太清楚，就按1万算吧，好吗？比较简单，按1万算1平米。现在待售面积是 4.3亿平米，那就是你把这么多房子买完需要 4.3万亿。如果说 1.2万1平米，那把整个的库存消化掉要5万亿人民币，什么概念？去买去吧，5万亿。此外，即使对一线和强二线城市而言，二手房房价能否切实企稳，也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改善能否持续。此外，产能过剩的问题尚未根本缓解。2025年产能利用率创出本轮经济调整以来的新低。从统计局数据来看，工业企业利润改善并不明显。这个说到这儿实在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什么改善。文章说，总体而言，从最新的70城房价数据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些局部性的亮点。然而，只有居民收入、就业能够出现切实改善，对经济的预期也出现回暖，叠加库存持续去化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才有望实现真正的企稳。我觉得他这个观点说的还比较靠谱。你得跟收入挂钩，你老不聊收入就聊房价，那不是耍流氓吗？而且即便居民的收入、就业能够改善，房地产也只会是局部回暖。这一点，这个我比较认可任泽平说的，未来中国房地产不可能是全面复苏，什么鹤岗也涨，比如安庆它也涨，可能性很低了。人口流出的城市就别指望它涨了。未来经济好了，大家收入涨了，那么一线城市、人口流入的城市，这房价说不定稳住了，因为大家买房了嘛，你收入涨了。但是其他的人口流出的城市，房价只会跌。同样，人口流出的城市，那个核心区它说不定又不怎么跌。哪个城市它都有个核心区，它不跌或者跌得慢。同样的，即便是人口流入的地区，你比如深圳，你比如北京或者上海，它的郊区它也不会涨，它能涨多少？郊区它也涨不动，就是人口流入它也涨不动。所以说，就不要一说要涨就激动。全面开花、全面上涨的时代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以后就是经济好了，收入涨了，房地产也只能是结构性行情。而且即便是结构性行情，也不要指望着从里面你能赚到钱，说我通过买房子今年一买，过2年一卖我就赚钱了，这个都很难。所以老老实实的把房子就变成居住的功能，你需要，你钱够，
那你就买一套。你需要，你钱不够，那你就等。你钱够，但是你不需要，那你就别买了。说我买这投资，那也挺累的。什么买8套老婆小投资的，那都是胡说八道，那都是为了搞流量。你真正要这么干的人多蠢！8套老婆小，你说你去维护马桶坏了，对不对？冰箱空调坏了，你这儿漏水，忙不死你。完了，你存银行就多那么一点点。那房子以后想卖不一定能卖得掉，老婆小嘛。所以说你钱够，但是你也有房子住，那你买房投资你就得小心，它能不能租出去，事多不多，租金怎么样，以后想卖能不能卖得掉。海峡都市报报道什么东西？四川三台县5家房企私下抱团协商房价。你看这四川三台县啊，反正就那么几家开发商，5家开发商在一起一密谋，大家就垄断了，价格不降，就这么多钱。你想在三台县买房，对不起，都是这价，这也挺厉害，垄断市场。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爆料，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5家房地产企业签署了一份承诺书，约定自2026年4月1日起，其旗下项目不再推出单价低于5000元每平米的住宅。该承诺书加盖5家房企公章，但未标注签署时间。内容曝光后引发热议，有网友质疑这不涉嫌垄断吗？25日，记者从三台县住建局核实确认该承诺书属实，系5家房企于3月9日私下签订，并未向住建部门报备。当地房地产协会已于3月10日召集5家企业召开会议，要求立即改正。5家企业均表示认可并签署整改声明。这不是搞事吗？这是想搞流量啊！三台县的人，你要觉得这个房价高，不想买你就租房住，想买到绵阳买或者到成都买，离了三台县的就活不成了吗？这个时候还居然搞垄断是吧？还涨价，这正好给了离开三台县一个理由，对吧？你为什么就不能搬到绵阳住呢？甚至搬到成都去，用脚投票，这是你的权利。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